近闲来无事，连个男人都没有。追番分享可为姐姐排忧解闷。追番长得帅不帅？是动漫追番，听说最近开播的《补心司》里倒是有很多帅哥。你好好养伤，我去点追番。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，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，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采薇，我给你贺喜来了。袁姑娘，我族人死于秋猎，两家难免生了嫌隙。本公子这次来，是想了了咱们王元两家的恩怨。王公子意欲何为？自然是化敌为友，你我两家就此联姻。联姻？王元两家嘛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我若说不嫁呢？由不得你。王公子，我新阳袁氏虽小，却也不做妾室。放心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等，不过繁杂礼节，便是都省去，你也是明媒正娶的正房。那也得容我再多想想，难不成就非得逼亲？袁兄，她是女子，有个小性子我倒不怪。不知袁兄是不是也不识抬举啊？王兄，且请宽心，我这妹子就是性情执拗了些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有劳袁兄。袁残浩，这是你的主意？总好过得罪王家。王氏一怒，新阳袁氏全族覆灭，你担得起吗？你想要振兴新阳袁氏，就好生答应王毅。嫁入王家意味着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要么你我袁氏就此消亡，要么王袁合璧，共存共荣。袁氏兴亡就看你了。好，我答应他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我去王家回复一声。今日此时便来迎亲，举行婚礼。怎么回事？
难道是主公的？阿瑟对主公的心思人尽皆知，可门阀贵女与家奴中间的鸿沟，却无法跨越。此事蹊跷，我们见机行事。好。嘿，咱们公子也真是别出心裁呀。那是，这下袁家可是彻底没脸了。我先去睡一会儿啊。行，我盯着。殿下，你说花轿旁边放的那是什么？抓过来问一下就。干哈就弄死你！说，那红布盖的是什么？是。小姐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我去通知家主一声，可以出发了。欺人太甚，死有余辜！阿泽，等等！阿泽，王家的人都要死！阿泽，冷静一点。你在元府杀了王家的人，吃亏的还是主公啊！那你说怎么做？我有个办法。好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世家。新人出闺房，上轿。出发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新阳元氏的唐号响彻天下。才为如今切齿许生王家，非我不能。只恨求索光耀世家，这正道无门。惟却有巢，惟纠居之。之子于归，百两亚之。小姐吉时到了，拜堂吧。
采薇，你还不知道，二弟可是因你而死的，还真是有缘啊。你兄长莫学的，怎么，他没对你提及？袁才浩，采薇，你有所不知，王琦他不拜堂就想走？会，拜。你死的话，这冥婚就更般配。趁现在喘气，先过来给你夫君叩首吧。叩。你快扣啊！扣啊！你倒是快扣啊！身手可离，不败叩首。便是死无全尸，化身厉鬼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那便死吧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你居然还活着！谁？朱天行，王琦去追他们，便死于非命，料想也是他们下的毒手。杀！王于兴师，休我戈矛！与子同仇！愣什么？一起上！人都引过来了。天行，治天万物，哼，1丈方圆，伤不得你分毫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责。一肉刺。秦泽，刺客，刺客！秦泽危险！雷霆之速，快若闪电。阿泽你也。呼吸之间便有神速，如今尚有3息，3息内定能取他首级。阿泽，敌众我寡，不宜恋战。还等什么？追啊！阵风雨中分装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铁衣苍苍，冷血暗光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注歌影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宁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
舍身奔赴。